表演一口吃。全部用嘅肥蒡肉係用仔嘅嚟做。哎呦，那個係素火腿嗎？素3層肉。哎呦，一皮白。唔係，大家已經都是種菜已經好辛苦嘅，還要煮菜。呢個提一白上鐵時係提一白切菜，提一白切菜。切菜，提一白切菜。你都要猛干呢？哦哈，所以忙家忙活啦。自己種的葡萄嗎？那你拉吗？夠嗎？夠嗎？我先會落。先會落。我其實煮呢同樣唔會調誒。你要慢慢不要幫我攪。料理熬年變功夫，嘿嘿，百變料理變數。來，又厲害哈！哎，叔叔有練過啦。姐。哎，好啦，哎，博切有冇發現到哦？其實我哋呀6年以來哦，真係弄厲害嘅參賽者，不過你出馬嘅題目，真係都靠唔忘記的哦。真緊哦，不過吼，還是我許願一個最困難嘅食材好咧。哦，你睇最好誒，榴蓮，榴蓮哦，落緊葉菜。厲害吧？可能是成本的問題。有貴耶！真係冇便宜啊！唔過我講到料理呢，都妒忌啊，而且都好給你來到節目當中誒，你全部師傅都挺厲害。先來分享到你子亮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子亮。歡迎。歡迎，那部產破樹一個整個凍定嘅。好，大家嚟分享一下最沙皮、最厲害嘅就係劉雪玲劉師傅。歡迎，觀眾朋友大家好啊，謝你。你今日快速嘅時間嘅沙皮用。再一次來預備起，哇！他有這個 tempo。好了，獎勵你荷包蛋。好長孫沙本。好啦。好，嚟分享到你鳳吹嘅潛水集。你鳳吹呢係來自台中潭子，之前有來過哦。兩個欣賞，分享到有個表姐妹檔，歡迎到任庭芬跟羅英華兩位老師，歡迎。大家好。老師好。老師你係好生啊吧？啊，係好生哦。老師要演哦，最暗甜哦。我看一下咱這裡一片係讓上到係來自性別鶯歌的母子檔，呢度係李玉俊、親妹哎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好可愛哦。聽到，歡迎。先來看到你鳳吹有兩位老師呢，之前就來參加過嘛哈，英華老師有參加過，而且可以看到兩位。係呀，有冇看到誒？越來越練到，越來越強。庭芬老師懂厲害哦，佢係你貴州嘅主音實在，而且親愛做雜菜係嘛？哎呀，佢懂厲害。是嗎？還會做素食。哦，有本身吃素食。對。而且他本身長得很像我們的金曲歌后。吉娜姐。好笑。但英華老師呢，當然啦，佢之前來參加過呢節目過後，聽講要再去報本後生。哦，後生嘅聽到我講，我就錄樣啊，我講，而就認真學客家話，係做帶你來客家電視台錄樣哦，而就都懂認真學客家話。哇！哦，你講我一聽落來，你要帶佢到，那叫帶佢到來。啊，我希望有機會。係啊，繼續來哦。那就等一下咯，哈，等你哦。係啊，冇問題。等到你來哦，你節目繼續做下去啊呢。好。支持。係。我啊，咁個眼咯，咁講嗬，咱最今日嗬，特別嗬，當大家好學本大家分享。有。羽衣甘藍。要懂針對喂，第一次看到。所以它是用甘藍，那係乾燥。好好吃。氣炸。紅烤董後生。都好吃。香海苔啊。是自家做誒。自家做誒。好讚啊！該不會自家種誒？自家種。自家種誒。這是你董後生咧。好厲害耶，芒色是夠哎。那油係哪一種油啊？橄欖油。橄欖油。哦，莫怪，它有個清香味。啊，佢就做油雞啦。錯。維恩佢本身佢係油雞嘅農場。農場。而且糖講係提上台的哦。係提上台。所以剛剛這個甘藍就是自家種誒。自家種誒。當油性哦，所以牛津啊，這應該兩下傳不一樣啦哈。你都係哪位下年啊？愛大眾啦。哦。係。種啦下年。種啦，係愛講吸煙的。種啦係講吸煙吧？吸煙，就講吸煙。係啦，不是講來吹到的。買到幾桶油煙呢？媽媽都在。真的對，你喜歡紫色嗎？
喜欢。我记得。对，係啦，咁個基本嘅咯，因為呢啲係農場哦，地北都含有隻產地到餐桌，對所以本身沒動小豬哦。哇，一聽懂厲害。係我們有很多可以吧？農事體驗。哈，你要進哪隻？今年會那體驗喵還是體驗喵？先講。恭喜我用心做好咧。用心哦，用心就大頭喵哦。係啊，我盡量啦，我盡量啦。好，而且母子連心啊，今天一定沒有問題的。真的。好啦，兩組呢都正經已經有準備好勢，唔過呢都會開始正式比廚藝之前，先來 PK 一下咯。向前邊看啊！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前半日嘅百寶箱又出來哦，今日嘅 PK 賽到底要用來搞呢？係啊，特別來到一家自助嘅來賓，你下度啲哦，呢一家自助最重視就係基本功。分到兩隻配合哦，第一配合等下比嘅係熟土，等下第二配合比嘅係倒角。現在聽到這個速度，哈，家裡最快嘅音，夾夾 key 出來，慢音夾夾。哎，這個我們的英華，來。好，到底地背都係乜嘅東西咧？等下10秒鐘以後強下打開來咯，本大家啲，來3、2、1，槍打開。哎呦，不用客氣。酸條啊！係咯，大家都有準備蒜頭的經驗嘛，別用一定會用到蒜頭，但是剝蒜頭常常是大家覺得最煩惱的蔬菜。對，它沒有蒜頭神器嗎？對，所以到底要怎麼用最佳的熟土來把蒜頭把到強強利利，我們就要來考驗大家。等一下哈，看哪一組哦，用的時間較少，我們那一隊就獲得1分啊。但是狗槍動作要注意哦，cái蒜頭皮一定會強強利利。不過師傅發現到，cái地方都皮很溜點哦，就加5秒鐘。搞這個蒜頭哈，就是不能力氣太大，別開來爛體的，你要加5秒鐘。哦，現在聽得有點傻傻，對不對？我們雪玲姐要大家留 T 恤，還用你有看到你個蝦尾嗎？用蝦尾，用你個蒜頭，不用落蝦尾度，用鹽。全部啊！係，你個小庫擺，小庫擺喺下半件。先說謝謝。擺喺下半件，不用落去地度。咁你搬翻下。啱啱油加一天來注意啫，唔好調高啲，調高啲地度嘅蒜頭會面嘅，會爛嘅。爛嘅要加5秒哦。好，3秒鐘以後就開始計時了，3、2、1，計時開始。哇，老師加油！加油！過來要加油啊！有這樣子，你盒子要打開來啊！哎呦，他是用罵的。看，現在做出來。好，開題了。沒有把法。哎，你地板都偏暗豆哦，它這樣增加摩擦感，用力就發動，對半。這真的有效嗎？有。哎，英華姐，你有在手搖店工作？老師快看，可以。用力到力。哇，有哎。用力。尾摁。有一批都不能有哦，等下檢查要幾秒倒數，20秒告訴我。冇倒算，看哪一次它掉。而且最重要就係哦，因為大家算粒哦，它的半數有可能冇強用哦。而且等一下，我們一定要檢查。我上一次就是那樣冤枉了5秒。用力，有人免風嘞！哦，走在。哦，等下檢查一下。加油！哎，我們的籽質比較多。係啊，係咩感覺？係咪感覺？做得嘛？好，攬嘴，結束嘞，攬嘴。老師檢查，先把手拍拍，然後檢查裡面還有很多。嚟，印發，加油！你確定嗎？你喊停，你自己要喊。我已經喊了。好，我現場師傅，我來拼盤一下，來，師傅請就位。我講我牙較大粒呢。對啊，這經驗教我，哎，你現在在喘氣呢，我還在喘氣。度量呢，是不是？係啊，我個牙較大粒。這又強力嗎？有強力。又別開來嗎？冇，那我們就比該下嘅時間倒帶下。好，
咱水用的时间係2分21秒，風水係3分15秒，咱水係多少分？你用這段時間咧去大條命哦。花姐，請回去看 VCR， 好不好？但是唔怕唔怕，你係提節配合聽唔聽？等一下還有提議配合多講，強看一下了。好，剛剛呢提配合的時間，藍水得到1分，剩下來天意館我比馬介。好，上到多講哦，大家好熱天上，哎，到底會搞馬介？來切小黃瓜。切生的瓜，切生的瓜，咩係單講切停停哦，我們要切到不斷掉，像彈簧瓊瑤。係吼，非常厲害了。等一下哦，水母已經有加3分鐘的時間限制，時間一到，看哪一組賴個生的瓜下衝掉，最長的那一組讓你得到1分。但是比賽開始之前哦，龍哥跟我們的參賽者們提示一下。佢主要佢啊，我本佢分2片，大熱快嘅預防我切團的，哦，按出道出去以後，重點都天意都變轉來嘅時間，也都一邊斜嘅。哦，咱嚟切，一片係出的嘛，一片係斜嘅，才不會同個刀口。哎，對，唔告是一片沒切出的話，就團開這樣。一邊切直的，另外一邊切歪的。但是你切斜，你刀下一下係出的哦。刀子下去還是要直。刀係出的，但是方向角度係切來。哎，啊，仲嘛嘅兩個計下學經過強調了團體部分，因為假使等下自己摸成嘅團體咧，按意思係用團體。團下來改團來算哦，團體嚟嘅啫，對，就是斷掉的那一節來算，好不好？冇問題，所以應該冇問題啦，加油啦，加油啦哈！好，3分鐘停停哦，來3秒鐘之後，3、2、1，繼續搶快。老師請開始，開始嘍！老師你冇壓嗎？我要，我要把它上下用，拋些我睇，可以嗎？它撲地哦，它撲地哦。老師你的做法還。讓台幹很冇窮我們要切小黃瓜絲。我知道。加油！主任你在做涼拌嗎？對。這不是會斷嗎？唔係，佢用豆漿。你知哪隻？你睇用用咪按盤啊，嘅凍往下油啊。加油！哎，我們很穩呢。講那就會。而且我們超薄哎。慢慢來。坐着。主任你太快了啦。50分鐘。老師可以哦。加油！係。很穩定哦。哎呦，牛筋啊，這兩下飯吃到了哦。等下看水母的衝突哦。而且厚一點可能卡中就會斷，因為它比較硬。多差不多0.2公里左右。小心。2公里哦。公里。哦。MM 呐。我說真的，現在不比長度，我們主任切超薄，超厲害。天哪！他真的，而且主任你的視力很好。沒有，每一片都 Q 到暗泡哎。對呀。我先表演一口吃。你不用嘅比公牛，係用仔嘅。哎呦，那可以素火腿嗎？素3層肉。我們主任切超薄，超厲害。天哪！他真的，而且主任你的視力很好。沒有，每一片都 Q 到暗泡哎。對呀。慢慢來，檢查一下，我們有時間要看可不可以中間再多加幾刀，還是我們拉拉看？不要斷哦，不要斷。不要斷，慢慢來。那我們先帶來一首歌。這個我拔掉。給收了哈。哎。來，師傅帶下本呢啲兩組來拉款啊，都帶來做下沖掉。好來，師傅請就位。 3、2、1，搶共譜，請輕輕的好不好？揭曉。兩個靠近，慢慢的放。這個是不是有點像評分啊？這有點像蚯蚓。為什麼評分秋色？再拉一點，學一點。紅隊比較長。紅隊比較長。紅隊比較長。我哪較長啊？給我爭氣啊！爭氣啊！紅隊比較長。耶！第一次成功。這個切這個哈，越薄它能夠拉的會越長。你這個越厚，它切拉不出來。不過其實講真，你兩組不會斷。兩組黨厲害。兩組都真的很厲害。第一組厲害，兩組
至少都没有断掉，而且只有差距一点点而已。故手呢要天音比哈，红队得到1分，可是呢第一关利用主图懂厉害，个个都得到1分哦。恭喜！好，等下 PK 睇咧，马上来看一下今日 Andy 啊谢玲师傅我带来乜嘅好料理，老太七嘅分享呢？主厨素卤菜。今日谢玲姐带来的出料理呢，做得讲吼，嘿 Andy 不看呢，妈妈嘅素卤菜家常菜，故说吃那多的时间，一定会想到妈妈嘅好米丝。不过还要注意哦，等下会有水塘测验哈。谢玲姐菜名係乜嘅？怪時炒竹筍，怪時炒竹筍清堆酸筍哦，唔係哎呦黐哦。哇，小改一下講到酸筍嚟家先，還有後冷這水邊在分泌。哦，來，用哪都有食材呢？你睇蒜筍，係愛切個做蒜，切條切好，我浸乜個呢？浸米汁水，浸1禮拜就當蒜，你睇浸，你係白時做嘅。哦，好，還有咧，怪死，那5年前做，嘿，怪死，啊來做嘅香菇、姜麻絲，好，其他你係水果椒，我做配色甜甜啦。水內瓜加切嘅一條沒有斷的嘛，把它粘回去。沒回去。啊，水內瓜等下留嘅炒好嘅蒜筍，然後煎起來。哦，那你這樣又沒有切斷過，剪都在剛好塞到那個中間。切斷它有鋼苗哦。啊，切好來，不用到你啊凍久凍嘅盤咧，你啊變你就較多些。哇，那變你就變這邊係啲較多些。你啊食出來凍簡單，凍也係愛全部炒菜嘅。好。哦，因為你個主任係食齋嘅。哦，因為是這樣。你有不用介你這輩子有可能吃素嗎？你啊小黃瓜用刨刀刨。泡好啊，會粘一啲啲鹽。哇，哦，哎，款機泡嘅生的掛絲，我就想問主任，你剛才怎麼改？我建氣功先會拋皮呢？要先，它其實有它的原因的。对，其實它的皮就像我們的皮膚哦啊，那你如果上下把它稍微切一下，它可以讓延展性會好一點。哦，那你要不要切掉一些？我需要延展性嗎？切掉一點。你就美橡皮人。今日切的理念係重要，我講呢，佢兩面都唔會發條。哦。我姜麻絲了香菇，我不先煸香來。哦。好，啊煸香，一定要煸又香啦，炒起來的東西好食啦。啊，今日你要偷出煸香以後咧？煸香以後，慢兩碗加來，還要煸又香，我就煸過，我就係用嘅蒜筍落去炒。璇姐，剛剛講嘅做蒜水，嗰講細節問下啲冇？煮天一邊的米汁水，浸1禮拜1天酸，保證酸，唔好變熱了喲。哦，不用室溫哦。這蒜不係自然發酵的。哎，沒吃皮誒，兩芒煮。這個是可以吃的嗎？這不行哦。啊，這唔得。真的要上活菌了。好，辣椒我切斜刀，哈。啊，這個我是因為等一下要捲那個用小黃瓜捲起來，捲紫蘇捲起來，擺一個盤這樣子。我等下咧變酸切長咯，我陣會下好勢。啊，啲會弄沒賣了。啲會弄切開。兩個農場有種嘛？有。因為呢啲係有機啊，所以它也可以直接摘落去食。係部分切啦嚇，嘅3枚款啊。我嘅款就做得走浪番茄，快凍到水哦嗬。蒜筍冰落去就等於辣一下，一陣做得冰水。有幾多香米嘅哦？係要有香米哦。個蒜米。係蒜的米湯啦。那通常我加蒜就要加湯。綜合。我今日摸啊，有一點鹹香，我先冰鹽。哦。啲師傅用嘅綠竹筍哦，較甜。較甜，綠竹筍好食啦。呀，雪玲姐，要不要？竹筍拿來煨一下。周李老師一下。理性上李老師好。問大家一個問題啦嚇，客家呢演繹呢春天筍，秋天竹，春天皮了秋天果。也意思係乜嘅呢 ？A 人愛順應天時。B 切莫虛度觀音。C 做事要提供掌握先機。哦，來玉珍跟英華老師用啥？來咯，緊張哦！剪刀石頭不，這樣演咯。沒有要面對面啊！對啊，老師你要面對面。對啊，英華姐剛對的，還玉珍姐差點看。先出慢出都不算，都重來哦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耶！馬上讓嘞。好，研發這英喜歡寫哪家 A。
烟耳顺人天虚。嘿，那我们玉珍阿姐呢？哎，C， C 走事情哦，以D 有没有掌握先机？好，我们就 A 也係 C 呢？答案係 A。啊，咁啊嘅咧。因為呢，也醫師就會講啊，要春天哈有桑筍的，等到秋天才會有竹的。哦，所以呢，春天要散芒大柄啊，要割草的啊、葉皮啊這樣哈，所以秋天才會有稻谷可以收成。對啦，醫師就講要順應天時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。好啦，我係時間要去啊。加啲啲頭油，鋪得就先冰嘅。你怪時係做乜嘅背地啊？因為係等下見夾嘅竹筍，嗰小黃瓜都會夾嘅顏色會做出來。怪是東河生誒，東鄉誒。所以呢，怪時要炒。煎卵咩東河生？煎卵哦。誒，煎卵。炒肉嘅哈。誒，煮嘅卵頭。個菜椒全部掉落去。椒係最尾冰啊。誒，最尾而家就一下做好咧。中亞嘅怪時係咪你做你家一開始搶太假式咧烤蔬菜？好咧。哦。又做得咧，真係出汁出咗嘅台班嚟啊！係啊，前年阿姐先見面要吹盤嗎？唔是嘅，佢生日掛號切一條條本，他幫人食就好。冇啦，擺一下好看啊！啊，是為了電數你嘅。嘿，但係佢生日掛已經有先入膏嘅，剛剛有先。生日掛硬一啲啲糖，糖，係硬一啲糖做得。天較佢會較清甜，啊，天呢個其他嘅上面會做得。哦。太假之後還做幹嘛幹咯？創意。其實加那拿個個半條包起來，炒，然後因為今日有人實在啦，還是想講做在嘅啦。哦，冇是個雞柳沒做得咯。雞柳。實在不在。我說假如啊，沒實在誒。冇實在嘅話，雞柳就可以了。素雞豆腐乾呐。豆腐乾做得啦，做得。豆腐乾。啲豆皮啦，豆皮按嚟煎起來。對，當外面的煎起來。豆皮可以。誒，豆皮做得。然後再炸一下。哦。又香又脆哦。哇，很漂亮哎。哎，我想到做冰嘛嘅，你下時做冰嫩薑，沒做得。入膏嘅嫩薑。對面。我順景天氣。哎，玉珍姐，你都有個農場哦，你們有沒有種什麼招牌的青菜？都是瓜，小黃瓜、綠瓜啊，吊菜嘅啦，松條嘅，葱面包燒，包燒油，人家都有包燒。人家都有東西哦，種係要記凍簡單嘅。油溫是胖嘅嗎？油胖嘅較好啦，胖嘅較好。咁辛苦。而且韋恩很有心，係倆日台長嚟改走有機嘅。對。怎麼會想說要做有機的呢？因為是以前祖先留下來的土地，所以希望說守護這個大地，讓小朋友都住在那個環境，友善的環境。我有遇過你，對不對？應該有。我在哪遇過你嗎？可能是攝影棚，或者是。哎呦，你是上過天氣。知道我有都有空都給。哦。對，懂有心。哎，這個可以淋美乃滋醬嗎？我可以啦，但是冇淋嘅啦。冇甜油啊。它冇對面啦。冇對面啦。我覺得加嫩薑非常好。對，你加嫩薑凍吼，來，怪時炒竹筍，阿娘最後食咯。哇，師傅真的很厲害哦！擘個時間是擘個菜，行會乾出來嘅時間，有冇看起來就很清爽？係啊，真的非常的順應天氣啊！你看5月這個月過後，真嘅熱咧，啊，吃點涼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來。哇，還走得動醬哎！我先表演一口吃。辣鹹咁樣。呢啲都有請吃啊！哈，老師就那樣辦咧，哎，吃素的老師，很棒，很好吃，然後因為它很清脆，然後我覺得後面那個小黃瓜又解膩，兩位咧，先問偉恩，你其實做一想看一下，因為人家農場美就按用天啦，產地到餐桌，做啲按用給合皮下。
像那个老师刚刚教的那个酸笋的走法，我好转来，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很嫩嫩啦。我问一下，两个猪油呀，可以呀顺的天然的发酵，所以有一种天然的酸味，它是香的。对，然后再来呢，就加上呀小黄瓜条，所以整体搭配起来呢，整然都营养甜来讲，都挺好食啦。谢谢。刚好呢，經過嘅體育館行家加水塘測驗過後，風吹一下目前累積嘅係2分，南吹1分，鼓手南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馬上嚟進行最杯謎語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就等只聽嘅題目，啲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。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掉上走咯。最杯謎語館呢係家家出好菜，到底係今日愛出乜嘅挑戰本地嘅潛水站呢？有請。今日要做嘅菜係皮鑊肉。係啦。地方有不錯。大白很可能擺阿公婆的時節咯，就是煮雞的時節，聽不用的，就是三層牛。不過回鍋肉哦，哎，說真的，應該不是客家料理吧？應該不是，應該各家會有摻雜一點客家元素。哦，人們可那裡風吹我們的回鍋肉，老配你冇 Q 安 T 房都奶嘞。不用嘅肥風肉係用宰嘅嚟做。你係素火腿嗎？素3層肉，你係馬該做嘅呀？大豆跟大豆蒟蒻，哦，讚哦蒟蒻就係嘅配料嘅部分，它的油。對。可是老師來教我們，既然是肉，就是要有肉的香氣，給 Q 會有這種香氣嗎？有，因為我用個。哇！皮蛋。唔係大家見到佢煮菜已經咁辛苦嘅，還要煮菜。呢個提隻白上鐵絲，係提隻白切菜。提白切菜。切菜。提白切菜。你都要問間呢？哦哈。都要問間打破啦。可是老師來教我們，既然是肉，就是要有肉的香氣，給 Q 會有這種香氣嗎？有，因為我用個 SOG 啊。哇！你係宰嘅。哎，那全部都會宰嘅。黑哥，你是海鮮素的話，料理出料理就沒問題啦。炒。沒錯，而且我看到我的嫩薑還沒滷的，你很堅持呢。還沒滷的。來，老師最後一關呢？哈，最後一關了，告訴大家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主任感覺常在朝會上面致辭，動力進行。好，來看一下諗出嚟一片嘅回鍋肉，到底係用辦呢？我哋都用嘅就係你平常拜拜哈，有上次你莫是寸的啦，你就莫打鬆，大家你嚟健身哈，到去變到大家食食全部愛食的，順沙就農場。地保有哎，簡單來講哦，就是產地到餐桌的餐桌，給你塞到 any 幾家自主來。厲害了，大家非常期待。雖然兩下就秀一份，但是我們等一下滿分衝擊，好，所以每一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晒，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好，等下開始了。大家一個做仔嘅，一個做。粉啊！用肉嘅，用肉嘅。粉咩用嚟講啊？就粉啊，用肉噶。就是叫講粉啊。你就講係用肉嘅。用誒。你用粉的啦，仔老粉的啦。我來看一下，記得因為你喺動好奇嘅蒟蒻跟那個剛才講買豆子，走出來往頭一走。它是可以試吃的嗎？你做了，它不能。對，它是生的，是有冇好食啦。我改下醬料較好食。我老實說，因為蒟蒻大白種都摘出來地白度，我有看過最厲害的就是走上影片，但是沒想到3層肉地白度沒走在幹。這個做用了3層肉啊？對。給隻 XO 醬沒加做的嗎？用前一周哎。這個是沒有干貝。沒有，干貝是葷的。哎，要全部都會宰哎。再改 XO 上地白度，除了香菇和肉麻改，可以去提個香啊。還有一些不用給一些辣椒味啊，還有乜改？因為不能放蒜頭啊。還有什麼？這種用香蕉。香菇跟黃香菇啦，香菇麻油香油，薑麻一定對。不過婷芬老師，你做乜嘅什麼動機開始要食仔呢？哦，那時候其實
健康。好，为了健康。对，身体吃素。对。是冻久的吗？哦，其实懂多年是20年20年。哇！那主任一边做。 OK。啊，主任，上次英华姐来过去白日后啊，她怎么跟你介绍一家自主呢？参与这个好玩有趣的电话说要不要上电视啊？他想说期末考完试啦，说好啊。哦，没想到这么刺激。对啊，就是带着那个切线的挂。对啊，就带着好玩的心情。系啊，对，对个人个客家文化哈，客家的食材啊，哈，马家都们有一些研究啊。但是老师提升黑客家新 Q， 你先生是客家人吗？不是，本省。对。那有没有可能你有一点点的客家？我都是跟罗老师学的。欣赏题啊，大卫。他们係大聲人嚟嗬，大家放上嘅來哦。要講好嘅哦，崇拜沒有。今日我要去參加咩人嘅客家天使台嘅奧林匹克。哦，圖小朋友強下去。很棒，很棒。還要堅持用民族講跟暖講。你有表到新冠族？讓他做先讀定來嘛。有機會嚟，有機會嚟。真係要加分嗬。應該要加。要。好，等下個多出來哦。按子 C。廖真記，哇 ，Hello， 哇，哎，魏安哪個？你又切東西咧吼？我覺得吼，佢已經種出按辛苦啊，行佢煮出來啊。係啊，今日咩嘢都長出毛，我真嘅。已經講咗啊，提白。唔係，大家已經講佢種出已經當辛苦嘅，行佢煮出來。呢個體熱白上天時，還體熱白切菜。體白切菜。切菜。這個。自己種的葡萄嗎？拉什麼啊？摸子該種。我怕你拉什麼？那你拉嗎？夠嗎？我先賄賂。不用賄賂，其實看人家就懂得煮食，講真嘅咧。一定用個肉師傅一定了解哈。好好吃哦，自己種的，好吃。回鍋肉哈。算係呢度嘅家鄉菜嘛。嘿，哎呦，這算大菜呢。因為我們客家人哈，真的是很精簡啊，然後一定會拜拜，所以哈，當到肉類的哈，一聽到想辦法哈，本身的哈，有中醫師。係哈。嘿。廖真記，你做幾多面阿婆誒？哈，青年嚟啊！冇怪你起來就好面婆。我最大嘅今年出太好。係你講的嗎？沒，是。哦，你還有兄弟姐妹？偉恩是恭喜嘅，4個女兒。太幸福了。你恭喜嘅妹啊！你住女生宿舍呢？我最羨慕就是那種家裡很多女兒。哎，哇，很好哦！咁樣，人家就準退休都會做嘅啊。本來喺退休了，嘛是退而不休。哎，用看唔會做。哎呀，哎，身體較好啦。哎呀哈，身體較好。你原本做什麼？跟着媽媽做業務的工作。哦，你特別做業務哦？做乜嘅業務？退休。我是人壽保險的經理退休。哇，保險最讚的。是為了大家健康，跟買營養的時間哈，啊有所補充啦。啊，我做到了食的咩代表講，你食的咩營養。啊，從根本解決。對，根本都是照顧大家的心態。哇，人家退休了，我就讓我買保險。哇，這個豬肉我可以就按好食啦，水風色咧，係啊，好嫩嫩啊樣。先多熟嘅。你看家嘅切豆個，你真件條牌有做業務嗎？你是會串串可能做판族哦。我母下本來就做餐飯。哦，你爸爸媽媽？我阿爸。哦。客家人哦，乜嘢都會做。哎呀，從小要做到大呀。客家人只有一個事情不會做。大概。打掃。哎，經驗。真的，客家人唔會打掃，錯嗎？唔會打掃。那魏延哪個？你有最後選用去拿這做嘛？該菜嘛？水鐵板。哎對。你未會做板啊？生意哦。風板。生意哦。風板未會。應該狗煙狗這些時間動磨汗的哦。對啊，我們農場自己也有做一些這樣的體驗，客家的一些美食體驗。問小朋友記得有來 DIY 這種動手。其實現在很多企業都會去的農場，給員工旅遊，我覺得很棒。哇！好，我哋會變強嘛。先來變強哈。先變強。哎，阿勇佢是變強的，冇問題，先夠厲害。好，等下多裝個菜。好，加油哦。好。
我进吧这，好香哦，又蛮酱哦。有蜜嘞，懂减低哦。我远远看我看美女来我才过来的。哦，安尼哦，嘿，有加分啊，有哦，才讲啦，还讲加分。应该冇。你都要猛干呢。哦哈，对，满干满破啦。这个豆干好香哦。我加问一下。嘿，素肉因为基本是冇油啊，等下边的时间给香气用个啥？刚才我就问过这那他要怎么办？他说他的 XO 酱。哦，用 XO 酱的香去补。等一下也要煸一下，煎一下。哦，在那牛有煸过去，加个香米味，对，有那种很特殊的味道，对，豆子香。那感觉可以直接炒那个客家小炒。嘿呀嘿呀，加些油哈，按这些。可是鸡素肉会懂就油吗？嗯，不会，它会很吸油嘛，还好。不会啦，不是，好，它是植物性的，不会。好，做对，这样好。哎，婷芬姐，像你俩哈用的是豆子跟蒟蒻做三层肉，那糖工天贝系唔系没做的？对，天贝豆上对，天贝有，对，可以对不对？该引用咖吃董狗，差点忘记它存在了。啊，生意哦，冻结冇几多没有。哦，你皮豆跟梅咧。你冻结要变色，给冻结变色，因为仔肉都会安尼。哦，系啊，吼。然后再吹边把董狗。对啊。它甲接水土要较油的，对，较接水。哎，煎到眼好看呢。吼。人家 XO 酱是最不米干吗？嘿，好嘞，张标。对，这个是那个最后再调，那个是甜面酱。甜面酱。最好选择甜面酱，对，因为那个叫做什么？包那个金饼啊，或者是什么？对，烤鸭。然后这个是蚝油酱，对，素蚝油，对。这个也就是酱料讲健康啊，我们响应吃素环保救地球。错，是窄反驳 QTQ， 这个要掌声鼓励一下。自 Q。好，好，不能建议哈。没问题啦哈。好，按住这哦，按住这。哇，你有见这，你还不动碰牌呢？碰牌啊！有酱吗？有哦，那是恐龙酱。哎，哦，跟像竹鹿董酱会调哎。要慢慢煸放会小。哎呀，慢慢来煸啦。你曾经讲一个，呀哈吼模糊时间，唔可以煸到。嘿，冇煸到，大家叫我就温柔人你听我煸到，其他你听我讲，你回锅冇锅到。那个她是刘小姐的她。你真要被煸到，还要比你争气哦。哎，那我煸先煸一丝丝的。上色吗？上色，嘿。但是譬如讲，你那油煸酸的老，佮都会含出来吧，就牛油掉啊煸到去，冇会把那含出来会小米满足啊。可是我要看佢运动好食，而且而家又加到呀嘅玄英姐最要嘅胡椒粉，还算冇问题。不是喺讲呢，喺牙上饭啊，回锅肉整完都煸到。哎，我煸到，客家人的回锅肉也煸到。厉害，韩国在台湾关门就煸到。那学校营养午餐也可以请婷芬老师一起帮忙。没有，主任会不会太忙？师傅都会师傅用啥师傅？等下推水哈。喺牙上饭啊，回锅肉整完都煸到。哎，我煸到，客家人的回锅肉也煸到。客家人的回锅肉。我才係因為記得切到緊緊就拉破。對啊。但是如果它是厚片，冇煸到冇選，但是薄片慳走得啦。之前唔可以見薄片強咗。唔可以見片佢比較厲害啊！見啊見哎呀，董小王唔爭氣呢，人家煸到厲害。唔係，因為佢要煸到哦，佢口感較好。係啊，唔是見片張會有嘅美那反應嘛。像嗰回鍋肉啊，哈，像南部卡做回鍋肉哈，酸條米酒、胡椒粉、米酒，嗰個豬肉切細條，唔咩人睇片，它細，不用來切，都不用開始揚。係嗎？生意都是改天。太香啊！讓佢開始一定會揚嘅啦。好厲害。係咪啦？老師，今日肉醬哦，該將緊哦，千萬不拿咩哈。對。如果揀一隻冷盤爆盤媽媽。係哈。這個切解得冷啊。自己加嘛。這可以改嗎？昨天啦，幫你煸一下。溫呢。好，幫你煸一下哦，等下到做乜看哦。好。這樣要回鍋肉，要牛先下去咯。
喺發現到哦，用你摘出嘅肉，生青肉，叫做肉點出嚟講，佢凍河邊，嘅時間做啲下生掉。嘿，是。暗講嘅要到凍用心咧，有咁多凍冇？來哦，風吹種用。花姐，你攞凍到白玉後變有點浮誇派哦。因為我們碰到伯謙就會變成這樣。有，對不對？我點都點這樣用嘅衫哦。你們兩個，來佳佳，我都愛上你了。電燈泡先生，佳佳很愛演誒。助手佳佳，助手佳佳，你老結束。哎呀，什麼樣嘅醬料都不用弄呢啲咯。你看婷芬姐看唔落去咧。助手，我剛剛姐姐講嘅，助手佳佳，助手佳佳。哦，嗰種直接飄好耐啊。嘿，耶，不用一些水哈，跟3種嘅醬料全部調。醬料都去油香誒。油香啊哈，有味道。小米就出來。師傅就會師傅，你用啥師傅都。很好。等下睇水下哈。天馬嘅部分，分數深啦。哦，有薑哦，哎，有薑啊，快。東江，呀，對，我才做誒，剛咬了夠了，放幾片咯。酒哦，加酒嗎？加一些酒落去，嗆一下鍋。嘿呀，加點香氣，好，好，安尼。今宵有酒今宵醉啦，我加落去啊。佢必定安尼，必定 OK。這不好喝哦。換別種，換別種。我要起鍋再加蔥。等一下，玉珍姐，剛剛談到一個關鍵，你要起鍋再加蔥嗎？對，我只是放在上面讓點綴而已。對，可以啦，點綴一點熱氣啊，不要再嫌我們什麼沒有煮過。沒有。好了，那個。冷水了。沒有玉珍，我媽媽嘛。慢，改下。你還後悔啊？那我先幫試吃一片看看啊。做這樣，因為剛剛副掉粉美咖的嘛。有這個精神。好什麼？哎，來去都做得哦。OK，多刷。我覺得有100分呢。好，那我要起鍋了。好，那不要再回鍋了，我們去倒數了。好。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哪一罐呢？回鍋肉都帶奶煮，做到較沾掉咯。兩組嘅呀嘅回鍋肉都煮到凍裡可以凍香，嘿，漂亮少，你唔得嚟啦。唔錯，現在你風吹呀實在嘅回鍋肉，用下來品嘗看下咯。來，嘅石磨凍醬哦。呀，誒，莫講唔啲嘅係真牛嘅。凍香嘅。哦。cái蒟蒻緊緊又強呢，畫龍點睛，口感上是被滿足的哈，Q，再加一個白飯更好。我睇咪都咪調到凍蘸的，凍香顏色，有整體是用嗎？好吃，好食。你食過兩種嘅蘸用嗎？有啊，本身會食蘸嗎？醋雞大食啊？冇，唔過我煮齋。哦，維恩去到咧。好食，又好食咧，厲害厲害，韓國嘅台灣嗰邊就別多。那學校營養午餐也可以請婷芬老師一起幫忙。沒有，主任會不會太忙？好，是睇風水嘅齋菜嘅回鍋肉之後咧，就要換做冷菜嘅飯菜回鍋肉咧哦。哦，啊真是安家咯。慢啲啊！玻璃才有甜嘛。當然食咗種咧。玻璃菜嚟裝個，玻璃菜仲好食。我們家看得到所有嘅東西哦，都係記得有自家種。煮咩自家做嘅嘛？沒有，我自家做嘅。還蠻還蠻莫甜死呀妹。像你用做飯沒有一個好處，就係講食太黏咩感受。係啊，家下嘅米粉哦，風水係涼粉，冷水係熱粉，最尾嘅關卡到底得到幾多分？搶款師傅了。好咯，兩下風水啦，冷水呢係2-1，師傅相當勁呢哦。兩下呢先來盤風水搶盤盤數。4分，加埋涼粉6分，6大順。好，來看下冷水吼，家下嘅熱粉肯做得到幾多分哦？強弱係4分，偏少，方向係5分，風水人咧。我
做法该已经好好讲清楚哦。师傅今天不给3分的哦。主要哈，其实亮片啊做得到好啦哈。其实风水那边口面真然有较好一些些的，鸦片就口面上可能较得较养生啦，因为给咱农场的嘛，是给较养生，就较不符合回锅肉的米西。但是呢，它有它的诚意，所以刚好各扣1分，所以我就各分2分，谢谢。安之生，好，不过谢玲姐嘅想法係乜解？我想法咪，老志龙哥差唔多啦，因为我来讲，两嘴说起来米西，拢相仿啦。啊，风水呢，我咪认为係講，咁見面嘅係講，即個別向故將。哦，跟人加分，或可能要加分的，冇嘛，嘿，冇乜嘅難事，哈，就下可惜實的啦，哈，啊，膽水呢，按整件當做來咪當下下面啲咧冇咁差，啱講呢見面係養生的方式啦，所以講做來咪當好色啦，就按呢差到實的連啦，歹勢啦。不过两组呢，今年都表现得都好，对第一关呢平手，那么第2关的时候呢，有点运气啦。好啦，然后成绩已经出来，你马上就要颁奖喽！哇，两组呢比赛成绩真的是只有差1分而已哦，都表现得都好，而且表列部分係平手的。好，風水呢，今日得到嘅係6分，南水得到嘅係5分，先來恭喜風水得到3000元嘅加彩券。恭喜！不過你啊吼，真勁動厲害哦，720度內循環祝福炒鍋，等下他又改咗全副送俾你哋哦。好哦！我講，上次我都不卡去咁噴的買房嘅，係哦，他的比賽時間來參加啲家自己。係啊，哦，他做經驗嘛，720度，但起來360度，甜甜。對啊，佢當過還做啲內循環。對，還做內循環，了解咧。好，先來談一下老師啊，聽你拜來參加，英華老師同大家分享一下參加嘅心得。哦，實在當感謝人嘅客家電視台吼，邀請人到也到來有機會來參加很好嘅節目，還有一個主持人吼，我實在當感謝。下擺有機會吼，我擺行落來，實在當感謝大家吼，當感謝。老師喊你把帶學生來哦。一天講好哦。唔錯，客家電視台邀請人到來。我先帶同天芳啊。那推廣講一下，那推廣講一下。當感謝，當感謝。評分組的美老太太分享一下這一次參加心得。很感動，然後跟媽媽說：我上電視咯，我贏了。而且家裡面吃素呢這麼多年啊，然後要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你的做素的料理，家裡面都吃素嘛，對不對？對，兄弟姐妹都吃素。全部都來比賽一輪。OK， 有機會的話，真的呢。他們說哪時候播，他們要來看。好，英華姐，我們是紅藍。紅藍。嘿，我想白隊在哪？第3隊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當電影上吼，不過水電影上、前電影上就有進哪隻？讓民主的媽媽平命誒，這個是很有緣分的事情。對啊，媽媽每人都很有神。係哦，今日就蠻感傷咯。其實我真感謝你客家文化裡頭哈，佢當時看到我哋嘅 FB 嘅時間哈，佢請我哋度合作啦哈。啊，所以我連續3年做新北童話劇主辦單位啦。我哋拜主任來哈，佢講你做得來電視台宣傳一下。宣傳啊，但是我就想講退休19年咧哈，啊咩實在。真感動講啊！倆拜本來倆就兩母子哈，倆機會哈，來倆位行聊聊哈，安樣嘢。謝謝。最重要哦，就是為恩啊，非常的友好。偉恩有什麼感想嗎？這次主要是希望也可以透過這一次哈，除了推廣我們客家的一些飲食文化啦哈，那順便也來推廣這個有機農業。那我們希望可以繼續加油。好。當橋冇講你啊！哎呀，還要出汗哦！哦，現在才開始緊張呢。唔會啊，我知道吼，正經我特別請我攞南吹，因為呢我做下嘅毛土嘅農業哦，
到台灣來講嘅話，無咁簡單，因為頭擺可能土地因為有大量嘅生產，已經有使用嘅，我想我當久嘅時間，將有辦法轉本。我想呢，請大家多多來支持，唔但請是好料理，沒有到原本嘅地方呢，叫下來支持一啲親有心嘅農民朋友。所以今天非常歡迎所有有心嘅好朋友，向下來報名參加呢個一家之主哦。一家之主，等等你向下來都要特別分享兩部卡嘅好美食、好菜、好料理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